根據香港城市大學所做嘅調查，全香港有超過1400名無家者，佢哋主要集中喺深水埗、油尖旺等舊區。市民大眾對佢哋總係有負面嘅印象，認為佢哋不務正業、污糟邋遢。加上政府從無政策協助佢哋，令佢哋往往得唔到應有嘅人道對待。一直為無家者出力嘅林國章牧師早前發起咗一個紀錄片計劃，希望透過紀錄片傳達呢班無家者嘅生活處境同埋內心世界，藉此令大眾重新了解佢哋。初頭都好戰驚嘅嚇，咁我又係一個牧師啦，係一個宗教界嘅人士嚇。咁通常拍呢啲咧，梗係揾影音使團啊，咩真正傳播嗰啲拍噶嘛。所以揾一個三九唔識七咁，同埋我諗佢哋相信大部分咧做緊係天主教徒啦。咁你其他都冇宗教背景啊，即係冇返教會噶嘛嚇。當然咧，我就冇任何限制俾佢哋嘅。第一次我哋喺橋底圍個圈，將呢個構思講出嚟啦。咁其實我哋都有個用意嘅嚇。咁個用意咧就係話，即係橋底咧喺好多街坊或者特別喺啲官嘅口中咧，就係所謂嘅露宿者咧，就係環境衞生啦、治安啦、黑點啦，即係全部係負面嘅標籤嚟嘅。咁我就因為我哋同佢傾嘅時候，我已經喺嗰度差唔多生活咗年幾兩年啦嚇，咁我就希望話會唔會透過呢班導演嘅攝影機咧將呢個橋底嘅另一面，即係除咗即係環境衞生啊、治安啊嗰啲啦，我話嗰啲唔使佢哋拍啦嚇，政府會有人嚟拍啊嘛。咁我哋咧就希望喺橋底嘅溫情啲嘅一面咧可以帶翻出嚟啊。整個計劃有7位導演參與。題材方面，除咗有無家者嘅生活處境、身體上嘅病痛、政府嘅無理打壓之外，更記錄咗一班為無家者出錢出力嘅街坊故仔，好似一直為深水埗區內長者供應廉價飯盒嘅明哥，為佢哋提供飯食嘅英姐，以至林國章牧師等等，亦有記錄參與者嘅內心感受。而呢班參與者又點睇今次拍攝嘅過程？咁最初嘅好天真咁話拯救世界啊之類咁嘅嘢啊，但係即係總之去到最後就發覺有好多嘢唔係自己做到嘅嘢，咁就所以就去，但係都有個基本嘅目的，就係完成呢樣嘢啦，同埋話俾人聽佢哋做緊啲咩生活。呢個體驗即係喺橋底即係露宿嗰個體驗就其實幾舒服，即係對我嚟講，我覺得好悠然自得，即係可以繼續落去。其實我冇覺得特別話唔好啊，即係就算凍到幾凍，我覺得我可能我都比較唔係爛瞓嗰啲，即係我都瞓得幾好啊。咁係咯，咁就係咁樣開始嘅。好啊。即係甚至即係我成日講就覺得，即係就算我而家喺屋企瞓，即係會覺得自己係一個即係喺屋企瞓緊嘅露宿者一樣。2年前拍過條短片，跟住就一路都可能個心裏邊，即係同一啲露宿者相處一段時間之後，翻返去自己嘅生活，覺得有啲愧疚嘅感覺嘅，即係唔知點解嘅，就會覺得即係買嘢都好似好唔啱咁樣。咁於是就逃避呢個 area， 直到2年後牧師咁叫我翻嚟，咁我覺得即係宗教上我自己去覺得呢種係都係一個 calling 嚟嘅，於是就翻嚟。今次短片計劃嘅作品將會喺4月19號星期六夜晚喺深水埗通州街橋底放映，而當日3點開始會有音樂會同分享會。